今次教大家點樣喺 Shopify 裏面使用順豐電子訂單功能，以及其流程係點嘅。點擊 Setting 之後，你會見到一個叫 Apps and Sales Channels， 之後點擊進入，會有一個叫做電子順豐訂單嘅地方，然後 Open App 進入呢個界面之後，你需要填寫一啲基本資料，即係寄件人嘅地址、電話、公司名稱等基本資料。填寫完之後，點擊 Save 就會自動儲存成功。之後返到訂單頁面，有2張訂單，我選取2張之後點擊 Print， 同樣係電子順豐訂單。點擊進入之後點擊 OK， 佢會幫你生成2張電子順豐訂單。睇你見到綠色㗎啦，已經顯示綠色啦，表示已經成功。睇，已經成功啦，已經成功輸出咗2張訂單。之後點擊關閉。跟住我哋用1張訂單做示範，用1張訂單之後同樣點擊 Print 順豐電子訂單，睇佢有一個上方嘅電子 number。如果你想取消，可以點擊 Cancel， 點擊 Yes 就會幫你取消呢張順豐電子訂單，咁就消失咗。之後返回就會變成呢個，之後再次 Print 順豐電子訂單，同樣進入之後選取你嘅基本資料，例如日用品之類㗎。print 幾多張？選4張。選取之後點擊 OK， 你會睇到輸出咗4張順豐訂單，因為頭先我哋揀咗4張，所以輸出咗4張出嚟。之後點擊關閉，跟住你會睇到一個順豐嘅 tracking number，